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1月1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0篇第6节到17节，以赛亚书22章第1节到13节，21节到28节，使徒行传第8章26节到4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传福音。先知之言是什么？许多人都不喜欢先知的话语，因为他们就说先知总是讲不好听的话啦，他预言惩罚的事情啦，或是说上帝将要判断人的一些景象啦。因此有人就说，先知之言就是上帝的福音，那么那一些人一定是不能接受的。他们会问为什么这个预言惩罚跟预言苦难是福音呢？我们必须从不同的角度来看。虽然先知所说的话大部分都是人不想听的，但却是阻止了人们继续犯罪，阻挡人们继续离开上帝的道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。如果人们愿意听先知之言，一定能够蒙福，一定能够得救，这样先知之言一定是福音了。以赛亚书22章第1节到13节，21节到28节，这样记载了先知的话。以下是有关景象谷的信息。发生了什么事？城里的人为什么在屋顶上庆祝？全城嚷嚷着，到处热闹兴奋。你们的同胞死亡，并不是死于战斗，你们的首领未发一箭就被俘虏，逃脱了的战士也被追回。现在不要理我，让我痛哭吧，不要来安慰我，因为我的同胞都死了。在景象谷中，这是惊慌、失败、紊乱的时候，这是至高上主万军的统帅所加给我们的。我们的城墙被攻破了，求救的呼声在山谷中回响着。以兰的骑兵来了，箭袋里装满了弓箭。吉尔的步兵来了，准备作战。犹大肥沃的山谷中挤满了战车，骑兵在耶路撒冷城门的列阵，犹大的防卫崩溃了。那时候你们从军械库拿出兵器，你们发现大卫城里的城墙有许多的缺口，等着你们去堵塞。你们视察城里所有的房屋，拆除了一部分，拿拆下来的石头修补城墙的缺口，为着储蓄足够的水，你们又在2道城墙之间挖了一个蓄水池，把旧水池的水引到那里。在这一切的事情，你们的上帝主早已经安排好了，并且要它实现，可是你们不听他的话。那时候至高上主万军的统帅要你们痛哭哀嚎，剃光头发，穿上麻衣，可是你们还在嬉笑狂欢。你们宰了牛羊，大吃大喝。你们说，我们吃吃喝吧，反正明天就要死了。使徒行传当然是记载了使徒们活出见证的一个记录。在今天的经文当中，使徒行传第8章26节到40节，我们看见了腓力受差遣去与外邦的大臣谈福音。因为大臣在阅读谈论先知书的内容，因此上帝就差遣腓力去解释，并且成为传福音的人。即便这一位大臣他是非基督徒、非犹太人，但是他
的得救是上帝所立的誓约，并且要拣选他来回应上帝自己的目标。经文这样说道：有主的一位天使告诉腓利，你动身向南走，直到那一条从耶路撒冷通往加萨的道路上去。这条路已经荒废了。腓利就动身前往，在途中又遇见了一个伊索比亚的太监。这个人是一个高级官员，在伊索比亚女王甘达基手下经营财务。他上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，归途中他坐在自己的马车上，朗诵先知以赛亚的书。圣灵对腓利说：“你过去，靠近那车子走。”腓利跑过去，听见太监正在朗读先知以赛亚的书，就问他：“你所读的，你明白吗？”他回答说：“除非有人开导，我怎么能够明白呢？”于是他邀请腓利上车，跟他坐在一起。他所诵读的那一段经文是：他像一只被牵去屠宰的羊，像一只在剪毛人手下的羔羊，默默无声。同样的，他也一言不发。他忍受耻辱，没有人能够替他主持公道，也没有人能够指出他的世系，因为他在世上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。太监问腓利：“请指教我，先知这一段话是指着谁做的？是指着他自己呢，还是指着别人？”腓利就开口，把这一段经文向他解释关于耶稣的福音。他们经过一个地方，路旁有水。太监说：“这里有水，我不就可以在这里接受洗礼吗？”腓利对他说：“你如果真心相信，你可以接受洗礼。”他回答：“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。”太监就吩咐停车，腓利就跟他一同下车到水里，为他施行洗礼。他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，主的灵把腓利带走，太监就不再看见他。他继续赶路，满心感谢快乐。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利，他走遍那一带地方，在各村镇宣讲福音，直到他来到该撒利亚。我们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0篇第6节到17节，篇幅比较长，请兄姐自行来研读。恳求慈爱的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成为好又忠心的仆人，乐意坚定的信靠，把握机会传扬主的福音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